经济无问题啊，外口我嘛无其他的查某，我到底倒位做唔对？我问我家己，我敢有因为婚姻放弃家己的梦想？有，处分就是上好的改变，嘛是上好的选择。目屎咸，口甲目屎袂咸，过一天听一天，一天亲像一冬，过一冬你又找不开讲，你讲你想我，我的一冬拢无在讲。哟，是我新拍你爸爸的。你爸爸拄开始的时阵，介意的人毋是我啊。这个合成的相片是你抱你的 FB 啊！这张相片若去拍到吼，我讲时常头讲，我是要来找头路啦。李慧啊，这灶开水道头吼歹去啊啦，总开关是伫倒位啦？伫倒你拢唔知？你高中毕业尔啦，甲你讲这你唔捌啦。我甲顶邦已经相熟远啦，有淡薄仔像车婚人啊。但是美惠当初嫁予你，那就无共咯。维他命，手机啊，你的目镜，这个时阵当然是爱面纸啊。我要哪会知影啦？东林，来食饭啦！这扫来排队呢。来便当放喺优先式便当盒内底，啊，甲放喺这个规仔盘内底，迄差别真大。这20几年来，我已经惯死，你无伫个厝的日子，就算是休困，你嘛是陪客户拍球。今仔突然间你退休啊，逐工伫厝内面管东管西，我实在做袂惯势。阿美惠，哦，足够无款呢，实在是足想你啦，我才阁无看到你。30年无看，你拢无变的哈，赶快水哦。啊，你拢是创啥？好的工课吼，要有耐心豆豆等，唔是这么简单，你想要做就有的啦。啊，不过你3年无头路啊。科技公司总经理，你也真好呢。这会当甲你比，你嫁唔只是了好，银行是蔡东林大律师啦，是伫总统府内面服务的啦。大家拢讲我嫁了好，我唔知影我会艰苦。哦，啊，你到底有啥物艰苦的？你嘛讲出来，我一个专家来研究一下。伫这个婚姻内底，我无自由。像无尊严啊！伫这个婚姻内底，我无尊严。像无尊严。我未做过无好，我无需要你来救。若是要救，你30年前就爱救。若是迄个礼拜我无甲小帅关心，那安尼我甲小帅一切，是毋是都袂发生啊？因某是两性专家，真心袂破坏形象的，你莫伫遐有爸母啦。我你嫁予大律师，我真正是替你欢喜。伫高中的时阵，我就介意你啊。啊，不过我知影我家己是要到孝上地瓜骨，无钱，人也无缘投，我应该是无可能互我心爱的人幸福。我甲你斗3工好无？帮助你将你家己找回来。像美惠安尼心内深深爱着一个人，这种爱情吼，使人足幸福的。你的生活内敢有真正爱过一个人？哦，有啊，就是你啊。大妹，安那啦？我都想要坐你的车老老的呢。你敢会向我想老？袂，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袂变。你是毋是想要提醒美惠，讲我甲你的婚姻有偌尼幸福，偌尼快乐？你千万唔通来抢我红线。这个婚姻吼，对阿信来讲，无期情无期待啦。艺术咧完成人生中吼，应该要交的功课同款。阿信功课上好，
不过结婚，这个一生当中上重要的功课，你写无好。杜老师，蔡东林大律师的某以外，我什么拢唔是。你想要做啥？你想要做啥？婚姻这条路，应该是翁仔某两个人共心，手牵手，做伙行。我真想要甲阿生做伙。不过我头发连讲，这条路敢若剩我一个人安尼。我真正无法度，我继续这款生活。你生活来哦，敢若找到你迄个同谋啦，对无？也是啦，因为唔理会，少年时，爱情像一把火，烧到我心肝头热烘烘。30年后，爱情犹原是一把火，不过这把火有可能甲我结婚25年来所有的一切，拢烧了了。伊是一个真顾家的爸爸，我知影伊无互你这个祖母应该爱话疼惜。我无要求要离婚，你要咱一人行一路。你交你的朋友，我交我的朋友。想要联络就联络，无想要联络就莫联络。等你老啊，也是破病啊，有赶快有志云来照顾。当初阿成若是无讲迄句话，反正阿成真正是冤枉。想惊你讲你叫我思念，搁再予我希望。想惊你讲你爱我，心搁破空，我搁傻梦。电话我嘛唔接，找我嘛唔吵，莫来乱，无的内容，莫搁来乱，去爱别人。若是我阁会当选择最后一届，敢会相伴